再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了的那个什么呢？吼，伊做的事情非常特别的，马上介绍伊吼，过来讲伊睇做嘛嘅，伊系睇苗栗这个创业的傅伟山，欢迎伟山。主持人应龙你好，做嘛嘅头前哈，观众朋友可能有发现我没有讲你的 title 哈，因为头都有讲伟山做的事情其实还很难完全定义，从某。然后刚刚伟山没有讲，嘿呀，大白儿童人介绍去给他做嘛嘅，你都要想一下。对啊，我针对某个用嘅对象，我来讲。当然你现在要运用的介绍做的事情。奶做的事情就懂多，对，但就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以产业来说的话，比较就是针对在艺术文化，还有再来是食农。慢食这个领域去做这样子，对，那做的事情就很多元，可能像是行销宣传，或是公关活动，甚至是教育推广，只要是跟人，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只要是跟人有关的、跟人互动的这件事情，我都会做，对，刚过有些把冲策展人，我们公安的以前公开策展会是策一个艺术展览，公安的策展都会吞引归有关系，所以这个活动其实是跟人的彼此互动归有关，还有同环境的互动。俺可能中央好利用伟山带来一条小物，我可能一铺一铺来认识伟山以台做的事情，好，俺能请小助理，不俺能提供伟山带来嘅一些东西，对。紧张，亚黑马给好可爱哦。这个吗？应龙可以猜猜看这是什么？酸梅吗？不是，没。亚黑马给，这个是我这里面是酒，然后对，是红枣酒。凤州加入黑公馆呢，公馆呢，公馆呢，石围墙那边的红枣，然后酒这样，然后外面这个我也是特别用那个公馆的陶瓷，对，公馆那边有一个60年的陶瓷厂，他们都是在做以前的石容器，对，那这个的容器是他做的，对，刚那个酒黑，这个。七嘎这样的，就是跟那边的地方伙伴一起学这样子，然后酿的这样子，其实懂简单。安农会有一个机缘去酿酒呢？这个机缘嘛，其实，说来话长，就是应该是说大概，2020年那个时候。决定要留在苗栗，然后想要留在苗栗，然后好好认识自己的家乡这样子，因为可能以前的工作或是以前的环境，其实没有让我有太多的机会去认识苗栗这个地方。虽然我是苗栗，桃园北部读书，桃园读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去台北上班。对，那台北的工作环境其实也都是要去做相关的地方文化的推广，可是偏偏就是没有到苗栗。你不但还走马个条路，你说北部吗？北部的话比较都是在协助相关的政府单位去做他们的地方文化或是观光的推广。比较多这样子。偏偏没苗栗，苗栗比较少这样子，所以。大概2018年离开职场嘛，大概休息了1-2年，然后2020年决定要留在苗栗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也想说，或许好像都没有了解自己的苗栗这个地方，对，然后觉得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好像自己的眼睛也一直都。往外面看，因为毕竟那个时候2018年离开公司，其实那时候本来是有计划要出国进修的，对，只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后来又本来也是预计2020年初要出国，刚好遇到疫情，对，然后那段时间刚好家人过世。对，所以其实等于人生原本规划好的，离开职场，然后去做
出国进修这件事情的计划被打乱了。哇，你就是适应韩国大环境，如何归台变化？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不知道说，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有，台北的以前的客户也有邀请说，要不要回台北工作？可是就会觉得说，好像回去台北工作生活会不会又跟以前是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就觉得好像不是自己要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刚好疫情嘛也开始流行，那时候开始大家可以比较接受远距工作，所以其实也让自己有比较多的时间留在苗栗，我也可以在苗栗工作这样子，所以就想说，那刚好时间上面我可以自己去安排，我是不是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去认识苗栗这个地方，因为不了解这个苗栗，别人问我，台北的朋友都会不了解，说你为什么要回来苗栗？对，朋友圈说，你赶快回来台北啊，苗栗有什么好玩的？然后问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想说要好好认识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也开始去参与一些地方的活动，然后慢慢也开始认识了一群，原来也有一群跟我一样，可能也是回来家乡或是移居苗栗的年轻人，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小，然后他们也想要在苗栗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都有按了耶，这个机缘，对，这个机缘。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跟那时候那1-2年认识的一个公馆的一个青年团队，然后跟他们认识，然后我们也一起做了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就是去带他们去认识红枣，因为其实还蛮多台湾人也不知道原来苗栗有红枣，对，大家都以为红枣就是大陆来的嘛，对，就会一個其實變到一個開始，這個算是一個開始，這樣子，對對。剛剛嚟看天一行，V3帶來嘅物品，家內也來認識伊，係書咩？一個有名嘅一本書，被討厭的勇氣，一本書做嘛對你很重要。这本书对我还蛮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那时候还没有离开公司的时候，在职场环境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么经验啦，就因为小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教育会很常，就是我们要听话，对，然后爸爸妈妈跟你说要做什么，老师跟你说什么，你就要想办法去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其实不知不觉你会很容易，你的眼睛很容易会去看向外面，看向别人。对，很容易会因为要达成别人的期望而去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就好像往往忘了问了自己，这件事情是你真的自己想要做吗？对，那其实这本书对我会蛮大的意义，是在我那几年的职场生涯当中，因为工作生活很忙碌，其实有时候工作生活很忙碌的时候，其实在照顾自己的这一块是往往会被忽略的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大概工作很忙碌，就忘了要好好照顾自己。那个时候，所以其实大概有一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还蛮低潮的。对，那个低潮不是来自于工作不顺啊，家庭生活不顺，完全不是，比较是来自于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的一个迷惘，对，还有对于跟人的互动不知道该往哪，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它其实有一个还蛮重要的想法启发了我，就是一个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因为要去习惯去讨好别人，或是说去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然后就接受了，然后就帮忙了因为我觉得客家人的个性就是很热心嘛，很帮忙嘛，你说什么都好，我都会想要办法。你看琼姐就乖乖的，你是很会念书那种嘛？
也还好但就是乖乖的，乖乖的啊。就会种屁股嘛，给尽量入糖发。嘿嘿啊，我也是那种，就是别人说什么，我觉得如果我有余力，我会想要去帮忙的那一种。帮着帮着，你也忘了，其实你自己也会需要帮忙。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本书给我蛮大的启发，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点，有时候其实是别人自己他该面对的课题，而不是我们不是应该要把他的课题也变成我们自己的开启了。对，这样他也太累了，对啊，因为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但因为以前不知道嘛，以前不会想到，以前不会想到，对，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然后才慢慢意识到有这样的原来是这样子，那也把书中分享的东西，然后应用在自己的职场，然后生活上面，然后去应用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算是一个还蛮不小的启发，因为它也会影响到我后面在面对许多事情，不管是事业啊，或是家庭啊，人际关系等等，都还蛮重要的。其实一直都还是影响着嘛，因为我觉得这个自我照顾的课题不是学完就没，它是一生的课题，要必须慢慢的往前这样子。可是提供眼睛可以看向自己，多关注自己这样子。好，我们过了看第三方为三带来的物品。好，一个束款，手镯，这个是你送的哈？奶妈妈送我的。哪个时间送的？有点忘记了，蛮多年。东久嘞，对。然后他送我这一个手镯，算是一个祝福吧。他说就是他出国，不知道去了哪个地方，然后就说这个手镯还蛮。就是有个能量吧，对，然后就一回国之后有机会见面，就送了我这个手镯，这样就是说，这个手镯它就是一个祝福，一个保护啦，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不要想太多，然后就去做这样子，对。可是我们跟妈妈感情归好，对，跟妈妈感情还蛮好的，对，因为怎么说，我觉得我妈妈也是算是一个还。某方面传统，但某方面其实又很开明。对于我们小孩子做的事情，他虽然嘴巴上都会念嘛，对，会念，担心说，你这样子可以生活吗？尤其是我后来自己创业之后，会很担心这样。但是其实嘴巴上这样念，可是基本上他心里都会很支持。我觉得就是那种支持，有时候可能虽然不会表现出来，可是行动上面其实是会感受得到，对。哎呀，个书款，你平常还带呢？平常就带，所以你刚刚是拿下来的。对，满的，谢谢。刚刚吃一下茶，我们等一下聊一下，继续来搞。好，谢谢。看到国外朋友给我的反馈，就觉得真的一定要做，就觉得他都来台湾这么多次，怎么会是第一次吃到我们的客家大汤圆呢？觉得这件事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我今天讲，连我都第一次吃，你可能也更憧憬啊！如会行业如替白色豆。接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炒料的富味山，伊迄做非常多贵铁配囤生农啊，慢色啊、泥纹啊，几多菜体美丽的东西都有关嘞。我们很难得第二趴就有后生，贵铁配就是我们一样会加入一点物品来继续了解为山。不过也个有嘛个铁配也系。这不是元宵吧？不是，这个是客家大汤圆，你可以试看看里面的，就是你不会黑老配许黑啊？我没有吃过这样，这是汤圆，是汤圆，菜包版，很像菜包，对，馅料差不多，对，它就是客家大汤圆，我们这边的，你从小就会是按哪样？对，我从小就吃这种。干萝卜丝的客家大汤圆，对，反而是大家说的包肉的大汤圆，我反而是长大之后，到台北才吃到，
啊，对啊，以前小时候对于大汤圆的印象就是要这种包萝卜丝的，好吃嘞，其实很好吃，对不对？而且很 Q。人家头有人讲，安尼做唔得，做得。都对吧？但是一般其实就会是有糖的啦，对不对？有汤的，我现在也可以吃哦。哦，可以，好，几次。那为什么这个对你有特别？除了小时候吃以外，还有其他 T P 的意义吗？有，我觉得算是因为这一道客家大汤圆，就是算是让我想要去投入做以客家饮食文化为主题的一个慢食运动。对，因为怎么说？因为就是回到苗栗之后，一直也在想说，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自己的生长的地方跟我自己的族群文化。就是因为朋友们有些讲天龙国嘛，天龙国对于苗栗或是对于客家文化的印象都比较刻板。对。那自己花了一些时间回到地方生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我发现，苗栗有很多我小时候可能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食物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在思考要怎么做的时候，突然发现到说，吃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开启让人跟人互动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因为大家都喜欢吃东西嘛，喜欢吃好吃的食物，那我们常常也可以透过吃饭，然后去做跟彼此之间的连结跟交流这样子。我应该2021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慢食这样的一个议题了，但那时候不是这么的了解，大概是到2022年的时候吧。然后刚好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现在也是我的同事伙伴，那他是原住民，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原民慢食的一个博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看到他们的原住民是怎么样透过慢食的议题，然后再结合活动，各种的体验活动，像是餐桌啊，或是食农教育啊，这些各种，或是市集摆摊啊，各种的方式去跟大家介绍自己的原民的饮食文化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客家也可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客家食物也很厉害啊，为什么我们客家不能做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的原住民阿美族啦，就跟他聊天聊到，然后他就也跟我说，对啊，他就说我觉得客家食物超适合的他说客家食物超级适合做推广，被让更多人知道的。那也跟慢食他想要强调的就是一个饮食，它是从集结了在地饮食在地文化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媒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浪费食物。对。然后我们种植作物也都要顺着节气顺着天气去种，这些很多像慢食所要强调的，包含尊重自然，然后不过度浪费的一些这样的精神，跟我们客家的饮食文化所要表达的理念是很不谋而合的。就那个一个契机点，让我开始有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我的国外的朋友来台湾玩，他来台湾玩很多次，但他从来没有来过，他没有去过客庄旅游，因为他都是在台北。就是他日本朋友嘛，然后来就只知道去九份啊，然后一般观光客行程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那一次他来台湾说他要去台南玩这样子，然后就邀请我一起去。我就说你要不要来台南玩之前来苗栗玩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就查了一下苗栗。你那时候敢带人家去苗栗了？对，我那时候敢带人家去苗栗了，因为我那时候对苗栗有一些认识了。对。然后他就说，他看了一下苗栗，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景点。对，我就跟他说没有，我说你要来了才知道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去台南之前，他有特地来苗栗，然后住了一晚这样子。然后那一晚，我就带他去逛我们的市场，
客庄的市场这样子，然后我就带他吃了这个大汤圆。我们早餐我就带他吃了这个，我跟他说我们这边的在地人早餐吃这个，对，我带他吃了这个之后，然后他一吃他就吓到，他说他来台湾这么多次，他从来没有吃过这道料理，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对，然后我就很简单的英文跟他解释，我就说你试看看，因为他一开始以为是甜的，吃到它是咸的，很惊讶，对，然后他把它吃完，然后他说天哪，他说这个食物是他来到台湾这么多次，他觉得最好吃的食物。因为他来之前吃的都是吃小笼包嘛，臭豆腐嘛，鼎泰就是蚵仔煎、珍珠奶茶这种我们所想得到的食物，但是这样的一个食物是他第一次吃到，然后他觉得真的很好吃。我就是当场看着他把每一颗大概里面，我记得一碗大概有5-6颗把它吃完，然后汤也喝光，然后跟我说他觉得如果这个在日本卖，应该生意会很好。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因为刚好我的原住民朋友跟我分享了慢食的议题，那我也看到了他们怎么样运用慢食这样的议题去推广他们的原民的饮食的文化，再加上同时间我的国外朋友带他去 enjoy 了这个客家的大汤圆，他给我的 feedback，其实让我很有冲击。这个东西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然后也是我的家乡味，我自己都好喜欢。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然后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外国人知道？对，好像甚至是我们台湾的朋友，我自己的台湾朋友知道，好像也都比较知道是有名的给到，对，有名的给到，然后其他的都不，我就觉得好可惜哦。对，所以就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我就觉得我就跟朋友说，跟我的朋友说，我说那我想要试着做这件事情看看，然后朋友也很支持我，他就说好啊，他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做。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做，我们没有太多的经费嘛，然后朋友就说没关系，他说我们时间多的是，因为他就分享他们当时怎么做的，对，他们说他们是从聚会开始做的，对，因为慢食，因为他也跟我分享，因为慢食其实并不是大家听到会觉得好像慢食，却刻板印象觉得好像是不是要慢慢吃够慢的就对，慢慢吃，然后好像都要吃很贵的食物这样子，就是好像大家会对他有一些误会，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透过办聚会开始，然后先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慢食。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式去实体聚会，然后我们开始去跟慢慢去认识更多可能做食农或是做饮食做料理的各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互动跟认识，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来交流我们自己心中的客家的饮食文化，它应该是要什么样子。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天我们想要把它带出台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每一场的聚会，然后我们去讨论跟交流这样子，对啊，你听听那发酵，慢慢比较长久，就慢慢这样子去做这样。那当然就真的，虽然这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机缘呐，所以一开始只是觉得。一股气觉得原住民都可以做了，我们客家人也要做。但后来看到国外朋友给我的反馈，就觉得真的一定要做，就觉得他都来台湾这么多次，怎么会是第一次吃到我们的客家大汤圆呢？觉得这件事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我今天讲，连我都第一次吃，你可能也更冲击啊！如黑汉年如替100岁哦，就韩国都可以做的事情，不过鸦片韩语的，你看。就证明亚个伟山做的事情多么的冲击，也还一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嘿转型，那我跟没有关哦。嘿，这有关系，也是因为我刚创业的时候还一个机缘呐，就也认识了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团长，就李成玉老师跟师母。其实我觉得创业到现在。这几年来讲，我觉得他们也算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跟支持啦。对，就是说，也看着他们
怎么说，就是在爵士乐上面去努力，尤其是在爵士音乐教育推广这一块上面，我们程度你们都是做比较小众。对，不过又出优的事情，对，没有错。然后我们一开始其实认识，当然是因为工作，但是随着就是彼此的认识加深之后，也了解台北爵士大乐队在做的一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讲，创业路上你总会要找到一个标杆，然后去作为一个学习。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精神一直都是我还蛮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方向，因为就是其实他们也是从头开始去做，然后尤其是他们最一开始是在做大乐队。大乐队这件事情，在台湾推大乐队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么的容易跟辛苦，然后慢慢到现在做了一个是应该算是台湾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一个爵士大乐队这样，然后这几年他们也一直想要运用爵士音乐这件事情，然后来去推广台湾的一些文化，像是客家音乐，用大乐队的形式，然后把它去有些种改编这样子，对，是。但是他们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接下来就会去把客家的音乐，可能各种腔调的，像大埔啊、四线啊、海陆啊，这做爵士的版本做成爵士的版本。对，那也是希望说，推广爵士音乐之外，然后也同时去让更多人了解客家的音乐这样子。那首先还有非常多故事可以分享吼，我来聊一下，等下比赛我带大家去到一个家乡，好，我来等下多做来。以前长辈们都会很希望说，你长大念书之后回去，希望你可以离乡背景去打拼，然后成功。有些长辈会不希望你回来，对，他会觉得你回来是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其实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要去找我舅舅，然后去看他的家庭式的开心农场。阿舅我来了。初秋啦，还有那个雪穗啦，雪穗比较脆，比较好吃。这一边的话是我们家长辈的一个家庭式的开心式的农场这样子，舅舅他们就是把外公外婆留下来的这边一块地有再重新做整理，然后就是变成我们长辈3不5时会回来，然后大家会聚在一起的一个享受田园乐的一个开心农场这样子。好，那你给我啊，你给我拿，我给你拿。你真的是要带回家是不是？带回家，你带回家去。跟妈妈这边算比较好，因为小时候，寒暑假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上班都要很忙。小时候的印象有蛮多的记忆跟经验都是在外婆家度过，就是被外婆带大的。他不在孵蛋的，全部都在孵蛋。有的很大只的，然后像这只准备对啊。我买了一个白色那个。白色啊，对啊。阿吉那种的生年。同一般人比一般人较精灵呐。哦，你咪讲，他巧啊，他聪明啊。这边吧。这铁皮里面。这铁皮里面啊。就完全被拆掉。这一个用铁皮围着的这个地方这样子。那因为后来因为。就是外环道路拓宽，所以其实我后来我阿婆家也就是跟着被拆掉，就没有了这样子。因为年纪很小，我阿婆又带着我，所以我也跟我阿婆做很多事情。自己最喜欢的是她晒萝卜干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然后就会骑着3轮车在旁边偷吃她晒的萝卜干。这边佛堂算是小时候。在外婆家这边生活的其中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因为蛮多长辈都住在这个庄这附近这样子，然后以前像逢年过节或是拜拜的时候，大家都会来这边。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就是
庙旁边附近的田收成的时候，然后就是要庆祝嘛，然后其实就会有搭棚子啊，然后吃流水席，其实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可以出来对不对？在这边，哎，对对对。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推动慢食。开始推动之后，我也常常会去思考说，我怎么突然好像很毅然决然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后来也思考到说，其实会做这些事情好像也是回到小时候，其实有一半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南庄的外婆家度过。那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接触自然环境，接触农作物，然后接触食物，也看着外婆怎么样去打板啊，做福菜啊，腌萝卜干啊，这些在回想的时候才发现，现在在做慢食的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小时候外公外婆、爸公爸婆们他们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希望可以从我自己的苗栗家乡，然后开始去推动慢食，其实还是想要告诉一般消费者来说，希望可以让他们认识慢食，然后重新去认识我的家乡。先来做客慢人来了，土豆味三代大家去到家婆的卢卡夫群，都是南庄跟南富村给食的，从小就会是从去家婆给，后面苗种长途也有点家婆有秃胎。对，寒暑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很忙嘛，工作很忙嘛，放寒暑假没人带，对，就会把我丢回外婆家，对，所以小时候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对那边很有印象。古时候反正也是算是在大自然当中长大呢。对，古时候对你后来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没有影响哈。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因为小时候生长在那样，就是小时候算是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环境的，有参与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环境，其实是很喜欢的。对，其实到现在有时候想想还是会很怀念啊，很怀念小时候以前我阿公带我去抓虾子啊，去河边抓虾子、抓鱼啊，然后一起去采茶啊，这些都还想到还会有印象。还有再来就是可能去跟那种会大丢西，你知道吗？就是对外公要去别人家，或是其他的爸公来，然后会聚在一起，小朋友就在旁边大丢西吃东西这样子。其实会这样子，我觉得这种相聚的感觉，其实是现在想一想会很怀念呐。对，但现在好像就越来越少了。对，我大伯如果过好奇，因为我跟阿公阿婆都没有这么好深的缘分，就我妈给不一能突围时期，可是离他们有点远，都是偶尔去一下外公家玩。我如果过好奇那种哇会谈论阿公阿婆喜奶啊这种我都没经历过，所以我都会很好奇那个影响。我说后来我想爱做的事情想听说给影响很前面就已经打了那个基础。对，因为以前因为跟外婆嘛，外婆以前也是就什么都要自己来啊，搓汤圆啊，然后弄风菜啊，种菜啊，种花生啊，这些都要自己。所以小时候在旁边跟着这样看着。对啊，所以像小时候外婆种花生的时候，收成我也要帮忙下去用她会叫我下去帮忙用。对，没有一团案的耶，因为你在旁边没事嘛，就叫你一起帮忙田园生活。对，就一起用这样子。刚刚听多做去，头头讲做因为对生活开始，我讲过有几道可以推广可是你好像不止做这个，对不对？还有做其他几道没可以用的事情。你是说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除了慢食以外，你好像还在地做了很多其他对在地的事情，因为就回去苗栗之后，其实刚刚前面有说有认识了一群年轻人，就发现到说，其实苗栗不是我所想象的没有年轻人其实还是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年轻人回来，他们也是在想要。也是回到苗栗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可能有一些是艺术家做陶艺的，那有一些是开咖啡厅的，然后有一些是老师，各种行业都有。那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家乡可以更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前面的地方伙伴有组织了一个青年组织，对，所以我们就是
也一起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青年组织，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在苗栗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像我们这1-2年我们都有办一些市集，对，我办一些地方市集，就是透过办市集的方式让更多在地人可以认识到说，原来苗栗有很多青年品牌，可能是咖啡做咖啡的，然后可能是做务农的，他做农作物的，然后可能是做陶艺的，这些各种有的没有，甚至是做植物的，对，甚至是做地方旅游的这些各种，然后我们就透过市集，然后我们去让大家可以认识原来苗栗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陆陆续续有回来了，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苗栗有这些我们没有想过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长辈啊，我以前小时候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就是以前长辈们都会很希望说，你长大念书之后回去，希望你可以离乡背井去打拼，然后成功。有些长辈会不希望你回来，对，他会觉得你回来是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其实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只是想要回来，生活陪家人这样子。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改变长辈的想法，对啊，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妈妈也不能理解，对，觉得你回来，然后她也不了解我在做什么工作，所以一开始别人问她，她说你女儿在做什么？不知道女儿好像没小妹皮包也没干，对，到这几年她慢慢了解。他终于知道女儿在做什么，然后别人问他，好像现在也可以稍微讲一点什么这样子。对，尤其是我们这1-2年开始推动慢食嘛，其实跟食物有关，其实会有还蛮多饮食的经验跟知识，还是会需要跟像他们这样的长辈请教。那我觉得也是刚好这个机会也重新跟妈妈有不同新的连结。对，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让他们有机会，让他们也可以参与。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对，因为让他们觉得说，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贡献啊，对，贡献，对，不然他们其实有些长辈退休，他们会有点不知道自己生活要。做什么这样子？对。因为妈妈一开始唔提做嘛嘅，后来也还可以参加，还可以贡献所长。对，就会开始邀请他，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邀请他说，这个要怎么做啊？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比如说像要做，我们前阵子要做那个米奇木米台木，就问他，他可能以前也没做过，但他也想要做，所以他也会去了解，然后后来还开始跟我分享这样子，对，很好呢，对啊，然后最近也跟他说，我说我可能想要知道罗佩办想要怎么做这样子，我说可能。我们慢食其他伙伴也想要知道长辈们怎么做裸配饭，他也开始去，我只是提了这个，他也开始去准备。我就觉得，其实是还蛮好的，就是还蛮好的一个，因为一开始没有想说做推动慢食这件事情，想说要把长辈一定要拉长辈进来，但我觉得也因为做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了连结，他们会开始慢慢。主动来参与，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也很谢谢，觉得他们真的还蛮支持我的，对啊，因为妈妈开始加入，然后舅舅现在也，伊在填一个，我就觉得呢，对啊，都本来很鼓励，结果变成过从家族事业啊，但其实也对啊，一开始真的没有这样的想，一开始是请教。想要问这样子，然后只是想请他们帮忙，但最后其实他们都是你呀，归认同，对，开始认同这样子，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至少妈妈可以讲，别人问他你女儿在做什么，他好像可以讲一点有弟弟对说嘛好，俺来聊一下，等下呢，俺的T班有2趴都有东西吃，等下我说你那一方都会比赛带来对其他有特别意义的料理，先试一下茶。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它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它没有那么快达成，但就是一步一步。然后我觉得那一步一步要很扎实，
就慢慢走。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材料的系提苗栗菜地创业做几道屯生农啊，韩国语文相关事务嘅副委员，也个鸡汤呢，好最名嘅鸡汤呢，原来又有好吃的哦。可能是委员带来嘛个对有匹配英语嘅料理，好，俺们马上请小助理摸摸俺们。嘿，哇，也个系咩很经典的食物，对啊，炒米粉。我觉得这应该是，只要是客家小孩，应该都一定一生当中一定都要吃到。对，炒米粉。这个是谁炒的？妈妈炒的。哦，口是黑妈妈，嘿，妈妈炒的。妈妈炒的。哦，如黑今日为啥带来的？对，今天特别带来的。好，刚才试看啦，你妈给毛片哦。对。然后这米粉也不一样，这个米粉也是用我们在地的米粉，尖山米粉，头份的尖山米粉。下去炒的，其实这个米粉，所以其实这个米粉它的吃起来的味道，可能我跟在其他地方吃起来的米粉就会不一样。对，这个就是我自己家乡的味道。对，怎么那么 Q 啊？会 Q 哎。对啊，它是会 Q 的。这个也是我们家对于吃米粉这个米粉口感的记忆啊。对，也是我自己对于吃米粉的味道跟记忆，它就是要这样子。从小吃到大，从小吃到大。因为老师讲俺们晚上其实冇归家吃炒米粉哦，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北部客家的。对啊，没有错。啊，你应该就吃过很多家的炒米粉，各种的炒米粉都吃过。所以你对炒米粉很挑吗？我对炒米粉有挑，因为就还是会觉得妈妈的最好吃。因为我相信我为什么会说妈妈这个炒米粉对我来讲，特别是因为吃过这么多炒米粉，北部各种地方也都有炒米粉，可是你会最怀念的炒米粉的味道，就还是妈妈那个炒米粉的味道，那个味道就是家里的味道。然后这个炒米粉是不管我们什么样的节庆活动，家里一定都会要有炒米粉。真的够好吃的。可以多吃一点。真的很好吃，而且是江山呢。然后按哪个口感？尖山的米粉，因为尖山的米粉口感比较 Q， 所以它很适合拿来用炒的。对。而且为啥还对苗栗带来呢？吃起来还个 Q 呢？真的哈。哦，都是还有长啊！你头头有讲，妈妈一开始電體面嘛嘅，嚇，但後來就要原來因啲嘅，阿妹想嚟講一百，工作要對你做事情應該沒很大的動力哈。有啊，我覺得就是心理的支持，不管是心理的支持啊，跟實際行動的支持，就覺得真的很感謝。像今天要來，他就是一早起來就準備，對、對，但有時候也會有點小擔心，因為覺得參與很好，但是也怕他太累啦。哦，對啊，你可是創業時間都會一對年，一個人，一人公司，對，然後到現在，有2位夥伴，創業開公司也當老闆，其實，當然很多人會覺得好像是要賺錢，可是其實換種另外一個角度想，是它可以讓我去培養另外一種學習看事情的其他的角度跟高度這樣子。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我很想要去培養跟學習的這樣子。我有一個動力，係咪也係唔觀察到苗栗都創頭講，其實因為印度後生都轉來，所以大家好像會形成一個支持體系啊。因為大家其實都在七嘎大邊，可是也是 Q 哈大邊。對啊，雖然各做各的，可是我們如果需要安慰的時候，我們就找對方取暖就好啦。哦，對啊。你這樣觀察下3年哈，差不多創業3-4年呢。你剛剛苗栗有冇改變哈？這幾年會太短嗎？現在這樣看，還是你已經有發現有冇改變呢？現在看雖然可能比較大的改變看不出來，但是真的也有觀察到有越來
前面也讲嘛，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来。我也观察到说，也有一些可能他不是苗栗人，但他来苗栗生活。哦，没可是有安的耶，有开始有，然后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喜欢这里。对，对，就是然后我会跟你分，有时候他可能还比我更懂苗栗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对，可是有安的耶，就是有认识，对，只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尤其像因为我住头份嘛，头份这几年其实也越来越多外地人进来这样子，对，发现不一样的。那你去个我去赛题目牌哈，就会因为你的做的事情有点是，我自己从外看，归难赛题的目标，因为你们有点是从头开始做的人，阿雅归难讲，我一定要做动用呢，让算友好。因为有一点像文化事业的东西，都会很难定 KPI 嘛。对，刚刚能不能用哪些设定？行业铺来明年而做嘛，会去这样设定吗？我们会有一个方向，但是不会太一定要设，一定要怎么样目标，因为可能我觉得我跟我同事、我们伙伴的个性，我们也比较佛性吧。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当下就尽力就好，然后做到哪算到哪。但是我们要求自己，每一次做的事情，每一次做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对。然后做完，结果怎么样，就是交给尽人事听，尽人事听天命，交给其他人这样子，会有大目标、大方向，但是我们不会这么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你新冠度会有一个最希望的理想蓝图，黑马给他。我理想蓝图就是我很希望，就是说，回到自己个人身上，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好像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大家好像都很讲究快速，我什么都要快。吃饭要快，就是什么对，然后要一下子要收集很多的资讯跟可是我们好像都有时候忘记停下脚步去看看我们生活旁边有什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想象是，自己想要的理想蓝图生活是，我希望回到我自己家乡生活的地方，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在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好好去感受我自己身边的生活。对，这个生活可能包含是跟人之间的相处，甚至是包含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子。对。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它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它没有那么快达成，但就是一步一步，然后我觉得那一步一步要很扎实，就慢慢走，对，然后得到那个东西，你也会觉得很踏实，多谢比赛，要对俺哋咩係一個睇假如係一個提醒，無論係做乜嘅，可能不一定會夾。就慢慢嚟啦，俺哋慢慢嚟，高臀要蜜粉色黑。你们谢谢伟山，好，谢谢。真的贵好深呢，真的齁，大哥们一定要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那回去跟妈妈说，对。对，很香哎。对啊，就是很简单的料理，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后来会说，因为每个妈妈真的加的料理都不一样。非常的，真的很香哎，真的哦。金山米粉太厉害了吧？它怎么都不会变掉啊？它口感都没有变，好像还蛮多。